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朝呢，通过这视频呢，简单的跟大家讲讲使用权房子的一些问题。相信现在有浦西有老多房子辣盖动迁了，对伐？那么动迁辰光呢，搿房子呢，有可能还是使用权房子。葛么今朝呢，大概跟大家讲讲老早的动迁跟户口老有关系的。现在个动迁实际浪向就是跟两桩事体有关系。第一，承租人是啥人？第二，同住人是啥人？葛么哪能去认定搿同住人？我相信老多人辣盖搿当中呢，还是碰到问题的。那他是有居住条件的，好吧？那么再来讲到使用权房子的承租人，如果老个承租人过世了，哪能再有资格好做新的承租人？第三只问题，使用权房子里向通过户口哪能处理？那么第四点，使用权房子碰到同住人勿配合变更产权哪能办？如果大家碰到以上搿些问题可以通过视频联系到我我可以帮大家出专业的方案拨到大家。